来去看世界，来去看瓜地马拉的阿辛塔尔，最近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。伊是中美洲的玛雅文明，另外还有一个是差不多同时期的奥尔梅克文明。也若当时，伫迄时阵的时，就已经有真进步的建筑技术，也佫有真发达的贸易买卖。玛雅原住民族的集会人，带领族人甲观光客做古早的祈福仪式。这个所在即马号做阿辛塔尼，是一个人口无甲4万人的庄仔头。不过，伫4000年前到300多年前的玛雅文明，也佫有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存在的奥尼梅克文明时代。这毋但是南北之路贸易的中心，嘛存在2种文明丰富的文化遗产，也有迄当阵真先进的建筑技术所留落来的历史见证。奥尼梅克文明伫公元进前400年左右消失，玛雅文明是一直存在，到欧洲殖民者入侵征服为止。这个真大片的人头石头雕刻，互认为是奥尼梅克文明的重要遗产。也若规模真完整的墓，是互看作玛雅文明建筑技术的证明。另外，这个敢若纯边缘基础，或者是石头铺出来楼梯，是大型新段的遗迹。考古甲历史学家认为讲，这2种文明拢出现过真大型金字塔建筑，正做祭拜神明真灵圣的场所。也若所有相关场所的位置，伫规个古早都市当中的布局，有甲天文天气相对应的意义。加上4库里亚创新的水利系统，甲做甲真有路的飞亚用品，拢互即个伫几千年前真辉煌的城市，成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真欣赏的对象。Y dentro de estos valores universales excepcionales, no podemos dejar de resaltar que es una obra del genio creativo humano, que es una obra que nos permite mostrar el testimonio único y excepcional de una tradición cultural o de una civilización desaparecida. 阿巴希塔卡里克，伫古早玛雅语内底，意思是踩起来石头。不过，这个号名源头已经无法度考证啊。玛雅文明伫公元第9世纪爆发内乱，人口大量向北边迁徙。这个伫今仔日瓜地马拉西南边的城市，全因为安尼放弃，一直到900多年了后的公元1888年，才阁去发现。公司新闻，徐家人编译。